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唔該點閱訂讚，唔該訂閱點讚，多謝觀看。好啦，講個生冚龍蝦。龍蝦個大體粗，身長肉厚，肉味鮮美。相關由來：生冚龍蝦實為生，蒸龍蝦係潮州的傳統名菜。冚古代稱作蒸。宋仁宗時為被漢皇帝趙禎與蒸音近的名字，凡是蒸的食物都改作冚。至元朝以後，其他地方都將冚恢復為蒸。但元潮汕人為紀念漢人的宋王朝，乃然稱蒸為冚，習慣一直保留至今。製造方法：一、先將原隻龍蝦洗乾淨，斬去蝦腳，然後斬斷，用刀輕拍一下，先擺入碟，頭部開邊，外殼和蝦腮去淨，後斬件擺落在蝦腳上面，尾部開邊，檢去蝦屎，連殼斬件擺在腳頭上面，注意一定要去淨蝦腮和蝦屎，否則蒸出的蝦會有異味。二、用小碗盛白酒，加入鹽均後散落於蝦肉上，蝦的上面放薑蔥，進蒸籠猛火蒸，蒸氣直上，遇微風不搖擺，即為猛火氣足8分鐘蒸熟。三、取出後揀去薑蔥，淋上白豬油，碟邊拌香菜跟桔油，一碟上席，蒸至合熟。肉質脆嫩，味道鮮美。若澆上桔油食之，則開胃又醒晒。酒，為使龍蝦鮮味保存而不浪費，可加入白福豆腐同蒸，蝦肉與豆腐互相吸味，協同發揮清鮮爽滑感覺。好啦，呢個就生冚龍蝦。冚即係蒸，好啦，即係生蒸龍蝦啦。生冚龍蝦即係生蒸龍蝦，冚即係蒸。好啦，拜拜。